今仔日有一班高铁167车次伫咧经过嘉义到台南这段的时阵，一个旅客歹影的行动电源煞来熊熊导火，造成一个人烫伤。加在火是真紧就拍发。经过了解，高铁和台铁拢无禁止行动电源的规定，警方嘛呼吁民众要按加注意物件的安全性。 高铁车厢内底白烟一直清刷，已经看无地板伫倒位。原来是有旅客皮包导火，公车民众赶紧摕灭火器拍火。事后发现导火原因是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。行动电源有在使用，没有在使用。 民众甲装有行动电源的皮包放伫椅仔头前的地板，无充电。警方到现场时，火已经拍熄啦。高铁讲，警方已经完成搜证，车厢无损坏，也无延误班次。今列车地板有一寡小的分裂，会入去基地内进行清洁检修。 携带之行动电源置于西行之背包内，因不明原因致燃，本名遭烫伤，左背红肿，意识清楚。 3月开始，各类航空全面禁止航程内底用行动电源，无表示晚时数的行动电源也袂使上飞行机。有一寡航空公司更加限制用量袂使超过160瓦特小时。台铁即阵有禁止氧化煤，也有开倒起来这物件上车。高铁又禁止无度动起来这手刹的车，也有鸟仔、禽类、动物这相关的禁令。也毋过对着行动电源拢无明确的禁止。 高铁属有封闭的所在，列车拢有紧急对讲机，也有逃生梯这安全的设置。若拄着火灾，应用设置的车厢两边、车门口的灭火器，配合这个紧急对讲机来通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